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長城睇真啲。今期繼續由我 Belinda 同大家睇真啲關於中國藝術珍品收藏交易上面嘅小百科。講咗兩期關於拍賣交易相關嘅資訊，係時候同大家睇真啲拍賣裏面其中一個主角瓷器。影視作品裏面通常叫美艷嘅陪襯角色做花瓶，但係喺中國古董瓷器拍賣裏面，花瓶絕對唔係陪襯品，甚至可以話係主角中嘅主角添。好多大額成交嘅拍賣佳績都有花瓶嘅蹤影，因為花瓶屬於納器，係佢製造出嚟嘅時候定位就唔係一件日用品，而係一件需要追求美感嘅陳設。如果用同年份同產地咁去做一個橫向嘅對比，一個花瓶會比碗碟嘅價值高出好多。用我哋拍賣行嘅實例，呢度同樣係1950至70年代中國景德鎮出產嘅瓷器。呢個藝術價值極高並且反映強烈時代特色嘅花瓶，我哋喺2023年拍出嘅落取價係31000加元，遠高於呢套32件萬壽無疆餐具嘅300蚊加元落取價。所以當我哋面對展櫃裏面嘅花瓶，一句籠統咁講，呢隻花樽真係靚，往往會忽略咗佢背後承載嘅工藝細節同時代印記。拍賣行日常工作嘅其中一環係幫客戶寫好物品嘅相關資料，正確咁去稱呼一個靚花樽。我哋有以下幾個心得。下面我哋嚟試下命名呢一個花樽。首先用時代加器型打個基礎，通過胎質、底款、釉色大約判斷佢嘅年份。當中比較難仿製嘅必然係胎質，所以我哋喺評估嘅時候，經常提醒客戶一定要將底部照片拍清晰咁發俾我哋睇。最好呢能夠俾我哋接觸一下實物，上手感受一下質地重量，對我哋嘅判斷好有幫助。常見嘅器型類別，我哋大概整理咗一下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截屏保存。時代加器型呢個花樽，我哋可以叫佢做民國琺紅四方瓶，然後通過工藝技法同裝飾紋樣進一步細化，強化佢嘅獨特性。所以我哋可以進一步叫佢民國琺紅描金開光人物故事四方瓶。咁就基本上完成咗拍賣行幫器物命名嘅步驟啦。我哋再以當年轟動一時嘅花瓶舉例，佢係南京市博物館嘅鎮館之寶，亦係中國瓷器藝術史上嘅罕見珍品之一。全名係元代青花蕭何月下追韓信梅瓶。今日就先分享到呢度，想了解邊方面嘅資訊，可以隨時留言話我知。下一期節目長城繼續帶大家睇真啲，即刻打電話或 WhatsApp 我哋647-936-0001，睇真啲好傾啲㗎。